配咗大約係5、6年到咧，之後先至開始中意呢一隻機械貓。你未必認得佢個樣，但係一定聽過佢把聲。資深配音員林保全逝世。嗱，無論係叮當抑或係哆啦 A 夢，唔少香港人都好中意呢一隻卡通機械貓㗎。咁多年嚟咧，一直為哆啦 A 夢配音嘅資深配音員林保全，朝早逝世，終年63歲。喺地球真係一啲樂趣都冇，都冇辦法嘅。你要好咁樣溫書啊，大雄。無論係叮當定係哆啦 A 夢，呢一把聲陪住幾代細路長大。呢個大雄冇樣嘢叻，最叻就係溫書啦。82年開始為呢一個卡通人物配音，林保全形容自己沉默寡言，性格唔多似哆啦 A 夢。配咗大約係5、6年到咧，之後先至開始中意呢一隻機械貓。其實一路每一年佢都有新嘅卡通翻嚟，咁每一年都配下，就越配越中意。你中意佢啲咩？中意佢好，中意幫助阿大雄，都幾難過嘅。即係個結局係咁樣，即係自己都好唔開心。林保全1971年自薦加入無線做配音員，為卡通人物同埋日韓劇集配音，超過1000個角色都係由佢聲演。千奇百趣，香港嘅歸來唔心歸。近年亦都為有個人氣節目做旁白。林保全嘅遺作《龍未上畫》，哆啦 A 夢為粉絲留低咗呢一句：我唔可以再留喺度，真係要走啦！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。